無線台慶劇新聞女王2近日劇情發展講到 Man 姐文慧心嘅童年心理陰影，飾演童年 Man 姐嘅童星李子欣因為佢嘅演技而備受矚目。Ashley 喺社交網上亦上載咗多張同佘詩曼喺拍攝現場嘅合照，並分享首次同阿佘合作嘅經歷。佢坦言初次合作非常擔心會影響大家，但阿佘非常耐心咁教佢點樣做戲，令拍攝得以順利完成。Ashley 喺文中寫話 Man 姐真係好親切同埋好 nice， 居然主動同 Ashley 影相。字裏行間對前輩充滿感激之情。從 Ashley 分享嘅幕後影片可以見到，拍攝當日場景都幾惡劣，現場係一個昏暗而且水浸嘅地下空間。阿佘擔心年紀輕輕嘅 Ashley 喺陌生嘅環境會覺得驚，唔單止主動叫佢到身邊，仲叫佢拎凳到自己嘅身邊一齊坐，又不斷同佢傾偈講得意嘅嘢嚟舒緩佢嘅緊張情緒。為咗令 Ashley 放鬆，阿佘主動拎出手機同佢玩自拍，兩個人頭貼頭甜笑，氣氛溫馨。Ashley 仲送上可愛嘅小掛件作為禮物，阿佘收到之後童心大喜，即刻將掛件當做耳環咁樣氹 Ashley 笑，又好小心咁樣將禮物放入袋，盡顯對小演員嘅愛護同埋尊重。阿佘之後亦都親自留言鼓勵話：小文慧心好叻女，加油，給予新人演員莫大嘅肯定啊！